由三藩市社區青年中心 CYC 主辦嘅2026三藩市以龍會友龍舟節，將會喺今個週末上晝11點至下晝4點喺 Lake Mercy 舉行。今年活動涵蓋新手友誼賽同埋競技組賽事，星期六以250米短途賽為主，星期日則有500米競速賽，俾觀眾近距離感受龍舟運動嘅速度與團隊精神。CYC 執行董事温正廷同記者分享，今年活動着重於體驗感，現場將設有多項端午文化展示區同埋親子活動，唔同族裔、年齡階層嘅人通過近距離欣賞龍舟、龍頭同埋龍舟鼓等等展品，包種體驗區同埋互動工作坊，可以親身參與到龍舟文化同埋端午節傳統。除咗有呢個龍舟競賽之外咧，我哋當日亦都會有呢一個嘅表演啦，文化嘅表演啦，亦都會有攤位啦，係同一啲端午節啦，或者係同文化上中國文化有關係嘅攤位啦。亦都會有一啲就算係唔可以落到水競賽嘅朋友咧，都可以去認識龍舟嘅文化。我哋會有譬如話一隻細少少嘅龍舟嘅展示啦。有我哋嘅龍頭啦，亦都有我哋另外一啲譬如鼓啊，好多唔同嘅龍舟文化，又或者端午節嘅文化，譬如話包粽啊，或者係試食乜嘢係粽啊，希望可以推流俾主流嘅文化，就算唔係中國人都會知道端午節嘅文化同埋意義係啲乜嘢嘅。同時，現場亦都設有美食專區同舞台表演，其中將會有日落區美食大賞嘅得獎商戶到場。呢啲商戶都係由日落區居民投票選出嘅熱門美食店家，部分更加會提供試食活動，俾市民一邊欣賞龍舟賽事，一邊品嘗社區票選人氣美食。咁邊一個食肆係可以籌得或者攝到最多嘅呢啲換嘅食物券嘅話咧，咁我哋就知道佢哋係最受歡迎。咁佢哋亦都會被邀請喺呢個禮拜六咧，就會接受呢個頒獎啦，同埋亦都喺當時咧會有攤位咧，係提供啲試食俾大家嘅。喺交通方面，市民可以將車輛停泊於 Lake Merced Boulevard Parking Lot，現場將提供免費穿梭巴士服務，接送參加者往返停車場同埋活動場地，方便一家大細輕鬆參與今個週末嘅端午龍舟嘉年華。三藩市龍舟節將會喺6月20號同埋21號上晝11點到下晝4點舉行，免費入場。有興趣嘅民眾可以登錄網站 dragonboatsf.com 瀏覽詳情。天下衛視記者採訪報道。